过年伫要到啊，即马台北迪化街已经过年的气氛啊，逐间店呢拢甲这南北会传出来。台北市政府宣布讲，今年1月11到27这段期间，民众若准来到迪化街是禁止食薰的哦，上当会当罚到1万块。 一个月特别过年，台北迪化街有店家一定甲年货摆满满，穿的量比平常时加出来3倍。就香菇、乌鱼子、干贝这款物件来买年货，人客是真多，头家娘无闲咧收钱。伊讲照过去的经验，差不多11拜六开始，迪化街预估逐工拢有10万挂人来搬年货。1月11号开始才有人，开始人足多，一讲到10万人吧。 不过，往过拢有人反映讲，来迪化街买年货会闻到食薰的味，真歹闻。为着要让民众欢欢喜喜来搬年货，台北市政府公告，伫1月11到27这段时间，规条迪化街拢是禁止食薰的，若无会罚款6000块至1万块。另外，为着要让民众方便来买物件，嘛有免费的交通车通坐。 为着要让民众方便，把这年货扛回去处理，台北市政府嘛有准备3条免费的交通车，会伫咧台北北门站出发，分别会甲民众送到迪化街、后站、华阴街、有台北地下街这4个年货大街。 整个的年货大街期间都是禁烟的，那我们也会有相关单位的话做一些禁烟方面的一些稽查。今年迪化街年货大街30周年，市府为着要庆祝，即届有甲台北市超过100间的店家合作，推出来济年节活动甲好康的礼物，要让民众来到迪化街除了踅街买物件，嘛通享受过年的热闹气氛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